变魔术六对合法有很多犯人呢，用过二头的手法违反平常的创康团道理，等上常人看到无尊严咯。36岁的魔术师王玉展，伊本来替补习班教书，里面做到难呢，想要本自家一个挑战，故说唔顾总毕业反对，专业去表演魔术。伊喺土洋龙潭行业，因香港嘅同客家文化用感染魔术表演。故所以去年呢，要参加合议会嘅做梦计划，去到美国各大有名嘅景点表演魔术，后几个月也到。喺表演过程当中，也间接地受嘅客家文化。叫下来认识下嘅魔术师。I love Hakk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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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喺美國國體景點表演魔術，後幾個月，魔術師王玉展喺當團表演結束過後，還會帶領外國朋友向下喊 We Love Hakka， 用安尼嘅方式獻俾一團一團嘅影片，會用安尼嘅想法去對有名嘅廣告入嘅。就有一個廣告，對，就是有一個外國人，然後他會這樣一直跳到每個地方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那廣告你知道嗎？對，那個廣告我就發覺，哎，原來。我只要到每一個地方做同樣的事情，積少成多，它就會有一定的效力。然後我就知道了，我要用魔術跟氣球到每一個地方去表演，可能做客家的，用氣球做客家的銅花，包含我的撲克牌，每一張都是跟客家相關。去年王玉展參加合議會嘅做夢計劃，帶領佢嘅魔術夢想去美國。佢都會記錄美戲嘅影片傳到網絡後，希望這種做法外國人沒有機會來認識客家文化。這種著名的景點，我們只要在 YouTube 或者是什麼那種影音媒體上面去搜尋的人數一定多。如果他們在搜尋這一個景點的時候看到 We Love Hakka。這是什麼東西？為什麼這群人這麼嗨，這麼開心？他會不會就去找哈嘎是什麼？那他去找哈嘎是什麼？是不是就可以間接的就知道，讓他了解到客家文化？交流嘅兩週日進來推辦過後，王玉展未接送到客家元素表演到表演都好，喺啲表演嘅現場搞觀眾合法。我們講一次，來預備。油桐花，呼，安江，安江就是很厲害的意思。好，我們再一次，油桐花。好，來數到3，轉過去，大聲對着鏡頭講，油桐花。你不要講說 I love you 哦。好，來預備，1、2、3，轉過去，油桐花。OK， 好。大班東電縣逐點表演3尾期，7年前喺補習班數學先生。認真吃到啲不夠入，競爭東結啲，吃到東南頭。其東結節咧，想為做個配空，想為做魔術師，為對魔術有興頭，係認真做生意嘅家下，家爸爸就動學變魔術。他小時候其實就會從電視購物買一些魔術道具回來，然後就玩給我們看，對，玩給我跟我弟看。我是一個比較愛現的人，所以我很喜歡站在群眾面前去表演。對，那時候就很想要說，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夠這樣子表演，是多麼一件美好的事情，多麼開心的事情。是講頭下嘛，帶佢來認識魔術嘅下巴，用嘅咩冇想到，來嘅下後竟然會做魔術師。韓國人開始做，賺唔上錢，朋友嘅屋企人沒實反對。就是沒有錢啊，就是沒有錢，也不能說長輩的錯，他們會。就是可能會勸我女朋友說，你要不要多找幾個對象交往？對，然後也有會說，可能我會配不上他。對，可是我知道其實他們沒有錯，可是就是會覺得說為什麼會這樣？一開始正經講啊我講這樣一條路啊，唔係真好啦，因為走來走去一條路。我就講叫我不務正業啦，不過啊，其實是個冇去弄，我們來看你今年的時代也冇窮樣嚟啦，生意嚟繼續個理想係嘛，不過我也冇去反對佢，佢
自家一很去打拼，对吧？吼，就好咧，样人。为着为证明本国抗人群，18节主动上网，网人教自家困数更好嘅字，当然对定讲嘅尽量运用嘅边，韩国有顺毛，连按用嘅同台下观众互动及美点，现在魔术表演竞争同几点，无经典更进步，那有可能行出自家嘅路。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技艺不断的精进、精进再精进。第二个，深度，再来你要走广度。走深度就是你把你的魔术技巧精进嘛，走广度就是第一个我们再去学气球，再去学变脸，再去学泡泡袖，或者甚至去学腹语。只要跟表演艺术相关的，我都愿意去接受。那当我会的东西比别人多的时候，选择就会随之而来。也下爱国为清困难的时节，彭玉珍也下成立了一间魔术表演工作室，准备一道大型演出。到礼拜也到团演，还会请固定的时间来向下交流。现在魔术唔係單純嘅表演天天，還做得同其他嘅藝術來結合。安尼嘅魅力，沒想到近來見到嘅後生人也來變魔術。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经验就是工作做了很多，但是都没有很愉快，就是可能就是枯燥、很乏味，日复一日。对，然后后来接触这一科，我觉得做起来，一方面是很快乐、自由自在的，那对，然后二方面就是它其实时薪算起来算蛮高的。其实魔术跟很多地方可以做结合，像我看过有魔术师就是学过跳舞的，他就会跟跳舞做结合，像机械舞什么的。那也有魔术师是跳芭蕾舞的、踢踏舞的都有。那魔术也可以跟喜剧做结合。推档3分鐘，台下3員工，彭玉珍做偏空條路挑戰目標嘅入圍。雖然唔係一開始就順順利利，未認真轉雜物，人生要行卡豐富，行卡精彩。